现在父神，感谢你，让我们用诗歌敬拜，也为每一位母亲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主恩典的时刻。借由对母亲的感念、尊荣，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奇妙的作为以及设立。主啊，让我们也借由神的话语，再一次体验主的恩典，透过母亲给我们许许多多的祝福。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你引带领我们每一位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享圣经的话语有关母亲的恩典，就是他们的多重的属灵恩典。我们刚刚读了2段经文，等一下我们会再做复习哈。那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权柄，就是圣经中的母亲跟祝福的权柄。为什么有祝福的权柄？是因为上帝在母亲的身上所设定的。好。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教导，6章20到23节，我们可以说，领受父母的训导，我们就走了人生的活路。今天时代变化非常的快哈，很多新的观念、新的想法都一直在翻新。大概你如果不上网，有时候没多久你就知道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因为越容易改变，我们就看见很多事情给我们很多的挑战。但是很奇妙哦，圣经的话语，当我们把它看成一个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并不过时，而且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基础。那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学习，第一点，听父母的话语。他这样教导说，20节，年轻人啊，你要谨守父亲的训诫，不要忘记母亲的教导。你要把他们的话可铭刻在心，系在脖子上。我想你们读这段经文一定有一个印象哈，有一个印象记得几个礼拜前我们基甸讲座有邀请一位王弟兄来我们这边分享他特别拍了他在以色列看到很多特别穿着犹太人传统服饰的人，就他们的衣衫衣角都有一条带子，那个带子我们看觉得很累赘，对不对？要穿的比较精简一点但是原来他们都有特别的意义，是因为他们时刻要纪念圣经的教导，说你要刻在心上，系在脖子上，甚至在他们的额头还有放了一个小小的圣经的盒子。因为这种看起来蛮累赘的，或是觉得跟不上时代反倒是他们的所有的装饰不是给人家好看的，而是因为他们真正的落实这一句话所教导的，要把它刻在心上。因为每一次提醒，不是为了说我的衣衫有那个带子来坠子来证明我是犹太教徒，或是我是信耶稣、信上帝的，而是因为提醒自己要把那些话语记在心上。以色列在罗马时代主后70年被罗马一个大毁坏，把整个圣殿全部拆毁。那些犹太人全部四散漂流，只剩下我们所看见那个西墙，有没有？我们叫哭墙那一片城墙还留着，完全被烧毁。就像耶稣在当时跟先知所做的一个预言说，所有的石头都要倾倒，没有叠在一起的。我们看见说那样的预言是何等的算是非常的刻骨铭心，因为整个民族都飘散了。以色列人经过了1-2千年没有国家，到处被排挤。欧洲有一段时间对犹太人非常的痛恨，甚至驱逐他们，所以很多犹太人要隐姓埋名就是不要有那种象征。但是很奇怪，即使在那种多么大的压力跟压迫之下，他们还继续谨守这样的教训，刻在心上。有
几个家庭存在，他们就有会堂，不一定是盖一个像礼拜堂的会堂，而是在某一个人的家里来聆听上帝的教导。所以这些话也不是讲着好玩的，而是真的从父母亲承受了这样的祝福，然后在他们的身上。在1948年，如果我没记错，他们的5月14号就是今天，他们成立了新的国家以色列。所以他们好像就是这几年他们在庆祝他们的周年哇，非常的盛大，很多敬拜也在那边产生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就是因为这些美好的教导，他们不是好玩，或是只是一个纪念，而是真的把它运用在生命当中所以这段话成为犹太人他们继续承续那种美好的教导。所以听父母的话不是讲好玩的，而是他们真正把它执行出来。第二个，受教训的好处，是因为圣经这样想说，他们的教训要引导你的旅程，黑夜保守你，白天陪伴你那就很奇妙了它不是一时有用它是整个人生旅程，还有来陪伴你、引导你，而且是在黑夜保守你、陪伴你。那这个是犹太人他们一生所谨守的，他们不是过好玩的。第三个，父母亲的教导训诲对人生有什么影响呢？他说他们的训诲是亮光，他们的管教只是人生的道路。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认为他已经过时了，时代在改变了，我们可以不守。很多人就以为新潮才是好的，改变了才是好的。其实有一些是永恒的真理，他们仍然照旧遵守。所以在以色列遇到那么多强大的外族或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攻击，他们仍然屹立不摇。如果有兴趣，你上网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大概是西亚是最强盛的国家，他们的科技，他们的有关电脑还有包括农业水利没有一样不是被称赞的，而且被羡慕的。甚至他们在沙漠的地带还能种水果，水果还能外销。水源在沙漠缺水的地方，他们竟然水充沛，这是因为他们承袭了神给他们的教导。不是说我们是以色列是选民，所以我们是永远是被呵护的一群，而是因为他们接受这个教导，勇敢走前面的道路。所以犹太人他们整个民族，或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这样的教导，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原来在这个教导的里面，母亲在犹太人身上占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举2个例子，圣经的母亲的榜样第一个是我们看到撒母耳记里面的母亲撒母耳的妈妈叫做哈拿，这是我们传统圣经的名字。那现在把它改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名字，叫哈娜哈娜是女字旁的娜，但这个我们习惯说哈拿她跟神祷告说：“我向上主求这孩子，他照我所求的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身归属上主。”我们知道，在古代以色列的环境，做母亲的没有生孩子，就等于是没有整个家族的地位，更何况在乡村邻里，大家把他看成次等人。所以哈拿在生产期都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就到圣殿去跟神祷告。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个受苦的母亲，没有孩子已经很受苦了，再加上别人的歧视跟耻笑，这是何等大的困境。但当神应许了他，他所做的抉择比他遇到的困难还重大。怎么说呢？我们看这段经文怎么写。1章的24到28，撒母耳记上他说：“孩子断奶后，哈拿带他到示罗去，同时带去1头3岁的公牛，10斤面粉，10公斤面粉，1皮带酒。哈拿带着幼小的撒母耳到示罗，到上主的圣殿。”换句话说，他还不到可以
非常非常的好像长大，我们说12岁或是更高一点、大一点，已经可以自主了。是他断奶之后就送去献给神。你知道一个妈妈的心里，好不容易得到孩子，那讲疼命命，啊，巴不得天天都背在身上，对不对？啊，再怎么苦他都值得。但他竟然有勇敢到跟神要了孩子之后，又把孩子献上去。你有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哈拿的决心可能还比亚伯拉罕更强大，因为亚伯拉罕在跟上帝在要说，要不要献我的孩子？虽然孩子要像以前要被杀在祭坛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哈拿等于就是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神给他孩子，但是他不把他拥有在自己，他一边已经解决了邻里邻居的一个耻笑，但他心里满足之后，他觉得他不能贪心把孩子留在身边，他觉得这个是神的孩子，他要献给神所以他就到示罗他们宰了牛之后，哈拿把孩子交给以利，并对他说：“先生，我发誓，我就是你以前看见站在这里向上主祷告的那妇人。我向主求这孩子，他照我所求的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献给上主，他要终生归属上主。”于是他们在那里敬拜上主。弟兄姐妹，那是何等大的抉择！跟神要了，但是又献给神。我们可以看见以撒母耳在圣经里面的地位他不只是最后一个士师，他成为了这个以色列建立王国一个承先启后的人物。他连续高抹了2个王，一个就是这个扫罗，一个就是大卫。神用他的角色是因为他这个是哈拿从神那边得到的，所以献给神用，神看作是好的。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里面母亲的角色在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何等的大。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我们最近常提起的提摩太，我们在礼拜4我们有一个课程，圣经课程，就是由孙牧师孙宝莲牧师讲解的，他们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些资料给我们非常好的讲解。他提到了提摩太的外祖母跟罗奇或是罗以以利的以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圣经记载在提摩太记载说在这个使徒行传记载说，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信仰传承自母亲的家庭。那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呢，提摩太被认定是属于犹太人，那是很特别的，因为一般都是属于富家嘛，对不对？但是竟然，那我们知道提摩太要出来为主服侍的时候，还受割礼，表示说把他认定成你是以色列犹太人的传统，那是对提摩太是很大的一个改变，是因为他传承了从母姓妈妈这一边的信仰。所以保罗就这样的称赞他，他怎么说呢？我记得你那纯真的信心，就是你外祖母罗以还有你母亲有尼基所有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我相信你们也有的。弟兄姐妹，这个就很像，算起来提摩太算是类似那个我们说跨国不同国家的跨国结婚的孩子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混血，但是当然在以色列跟邻近的国家，大家的种族差别不太大，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说，提摩太并不是生活在以色列的他们的犹太人的环境，而是在外邦，他竟然得到了这个信仰。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外祖母罗以还有有尼基是何等大影响到犹太这个提摩太，而且他成为保罗所带领最强大的宣教团队
所以我们看到提摩太前后书所写的，就可以看见这样的恩典。不只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从历代的圣徒也看见了这些圣徒的母亲，他们怎么样影响到他们的儿子。我们在历代圣徒当中一个出名的榜样，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叫做莫妮卡。他们被称呼叫做膝盖与眼泪的儿子啊，就是借由他母亲的祷告，一位我们可以说一个天纵英明或是才子，本来是要走向一个毁灭的道路，因为妈妈的祷告挽回了。这一句话是他的母亲要过世之前跟奥古斯丁讲的一句话。他说：“我儿，我此生已毫无留恋之处，我的愿望都已满足。”因为他的儿子从放荡到处去享受的生活改变悔改了。原来在这些文章当中，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位奥古斯丁他所写的忏悔录，写过他年轻的时候，他其实是聪明，非常聪明，记忆力很好，也是一个大学问家。但是他相信的是一个什么教呢？叫做摩尼教。大家在历史上有听过这种教哈？所以摩尼教其实我们在金庸的小说有看过，什么呢？叫明教，有没有？明教就是所谓的摩尼教，是拜火教了拜火教。因为那个时候在西元3世纪的时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然后结合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还有另外一种拜火教的教义，把它合在一起叫做摩尼教。这个摩尼教最大的特色是说，他们认为灵魂跟肉体是分开的，所以呢，我肉体再怎么放纵再怎么去毁坏，都不会影响我灵魂的得救。这个奥古斯丁就真的这么做他聪明归聪明，但是什么事情人生的享受他都没有一样缺少。在这种天天生活在我们说纸醉金迷的环境之下，他的母亲一直为他祷告所以叫做膝盖与眼泪的母亲。他怎么改变的呢？有一天，奥古斯丁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呢，突然听到隔壁有一群小孩子在唱歌，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很像耶稣他到犹太会堂不是有人拿一本书以赛亚书给他，那就翻开了在路加4章18节嘛，就是很奇妙。他突然间在手上有一本圣经，他就翻开一段话，就在罗马书13章13到14节所写。他说：“不可纵欲醉酒，不可邪淫放荡，不可纷争嫉妒，但是你们要以主耶稣基督装备自己，不要只顾满足肉体的情欲。”平常读一读他觉得这个已经没什么，他都了解了。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刻，他突然间好像一支利剑把他砍过来，好像一道明亮的光照了他自己。他发现说：“我为什么还在放纵我自己？我是多么的不孝泪流满面，奔到他母亲面前悔改。”这就是奥古斯丁重生的一个关键的故事了那我们会看见说，一些有名的，说是我们所谓的历代的传统的圣徒他们那个改变是很特殊的，就像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突然间一道亮光照了他。这位奥古斯丁，我们可以说，如果从教会历史的观点来看，保罗把耶稣的教导，或是他从他领受的福音，用比较有逻辑的方式，或是比较道理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在书信里面，但是又来把它发展出来，算是整个基督教2000年来的教义的传统。其实奥古斯丁是集大成的人物，就是说他所讲的那些理论，成为后续
我们说他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基本。那可见他在历代我们基督教历史所重大的角色。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位伟大的人物是母亲用流泪所挽回回来的。这个是一张非常著名的奥古斯丁跟妈妈的照片这个图画，而且在几年前还有人拍了一片电影，叫做《他的眼泪之子奥古斯丁》，就在讲这位母亲。这个电影的画报就是右下面这位就是他的妈妈，那中间站着这位就是奥古斯丁这个是影片来的里面的截图了这位母亲的祷告。而且他因为这样的改变，他当时是住在北非当时是在奥古斯丁的时代，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基督徒，但后来被回教在北非那边被回教抢过去了，包括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保罗所传福音的地带。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一位伟大的人物其实是母亲用眼泪所挽回回来的，所以这个电影叫做《他的眼泪之子》。同样的，在中国的教会历史当中，有一位非常重大的本土的人物，叫尼拓生。现在他的书那个召会他们还是一版再一版哦。他的书很多，不只是召会我们说以前叫做聚会所。很多基督徒都把它看成是个很重大的文献，因为这位尼拓生他的写作成为重要的基督教的经典他的妈妈叫林和平，但是他的故事又另外一方面了。其实他妈妈在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如果是给我生儿子，我就把他献给你其实他的妈妈那个时候还没信主，就很特别了因为这位尼拓生的母亲，她嫁给了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但她自己的信仰还是有信跟没信差不多了，很贪一般社会的生活享受。在那个家族里面还是有传统中国的社会，生男生才是重要生女生就没什么用所以那个时候他虽然信仰还没有什么基础，但是他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不要让我生女生让我生男生这样他在家族地位才被巩固起来。”但他还加了一句话说：“让我的儿子生了儿子，我就献给你。”那就真的，这个祷告是很久以前的事尼拓生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叛逆他就是认为基督教特别他看到教会有一些缺点不好的地方，很讨厌，不想去。虽然读了教会的学校，但是直到后来，尼拓生呢，他的妈妈竟然给他道歉。为什么？他的妈妈有一次责备他，误会他，所以让尼拓生对母亲非常的一种排斥。但是竟然听到他的妈妈跟他赔罪说：“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求你饶恕我冤枉了你，打了你，并向你发怒。”后来他邀请尼拓生去听一位女传道人，叫做于慈度的那个属灵的培灵会，就在这边改编所以他成为了中国教会历史，特别是不是从西方过来，但是他本身创立的，应该不是说他创立，他一群人所推动的回到原始的教会模式，就是召会。你知道召会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呼召的一群人的聚集嘛所以他们用召会来成为他们一个教会的称呼很注重圣经的教导。很多召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读圣经或是对传福音包括说分享，或非常要求的，非常重要的。所以他成为我们台湾第二大教派，你知道吗？长老教会历史那么久召会就是第二大的教派。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尼拓生被神所挽回，是因为母亲的一个不经意的祷告，但是神就成就了他。另外一个这个就是尼拓生很多人可以看他的故事很感动。第三个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
我们唱的那首《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 这首诗歌，它的作者叫做 John Newton， 有的是把它翻译成牛顿，或是牛顿更好记了哈。他的妈妈的祷告，他的妈妈叫伊丽莎白·牛顿，她渴望儿子受良好的教育，成为牧师，但是因为这位妈妈比较早离开了。这位牛顿他的一生经历是非常坎坷的，因为他爸爸是在当那个船的船长，就把他带到海上去，因为他读书不认真，所以就到海上去了。辗转那个时代，在300年前那个时代，他竟然被卖到奴隶船的船工里面，帮助奴隶船的船主去抓奴隶来卖，可以算是说，好像九死一生遇到很大的责难跟苦处，但是后来他悔改了。他是18世纪圣诗作者跟布道家，他的诗歌《奇异恩典》流传了300年，因为他母亲伊丽莎白的祷告，早年的祷告，他蒙上帝应允，就在牛顿在1764年安立成为牧师，并且他本身从事那个贩卖奴隶的工作。后来他成为牧师之后，就竭力的来为反蓄奴跟反贩奴来极力的奔走。这位也是因为母亲的一个祷告，放在神的前面。这位约翰牛顿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圣诗的作词者，也是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叫 John Newton。这个是他的 Amazing Grace 的歌谱甚至我们几年前看过他的故事拍成的《奇异恩典》的电影在台湾也有上演《奇异恩典》，还有音乐剧也是《奇异恩典》。那我们看见说，这些历史的人物，我们可以看见不同样貌的母亲所带来对儿女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或是从我们所学习到的一些古代或是前边圣徒的母亲，我们看见母亲她有多重的属灵恩典，多重的属灵恩典。我要借由一个最近很夯的话题，就是有一部电影叫做《妈的多重宇宙》，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去看的因为这个元素跟华人很有关系的华人很有关系因为又是这位出名的影星叫杨紫琼这个主演的他是在描述在美国了一个科幻性的电影。他是描述这位妈妈是在美国一个传统的华人家庭的妈妈，好像一个大妈一样因为他们家在经营洗衣店，但是因为这个剧创作者天马行空，把它写的可能也是根据杨紫琼的那个他的演绎风格所编排的吧竟然这位普通的街头的妈妈，竟然是一个能够跨越多重宇宙。多重宇宙意思就是说不同时空我在这个时空是这种人物，到另外一个时空是这种人物，然后他跟恶势力对抗，是属灵的恶势力到最后成功胜利的一个故事因为天马行空，大家看的有的看懂了哈哈大笑你看他有不同的角色，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妈妈，右边就变成侠女了另外又变成宫廷里面的一个非常雍容华贵的妇女她这样的角色是让我们在隐约在打闹当中看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什么元素呢？其实在讲一位母亲的能力，她怎么样兼顾到所有的人。虽然家中遇到很多的挑战但其实妈的多重宇宙它原先的主题并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大家有看英文的名字，它是3个名字连在一起的，叫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这样子中文把它翻得蛮有那个文艺风格，叫做千生万世是第一阶段，第二是碧落黄泉，第三是此生此世那为什么提这个呢？他在隐约的诠释一个妈妈好像是全能的，
什么样的能力他都有这样子哈。因为是天马行空的电影，但是因为竟然好像外国人蛮赏识的，得到了7项大奖，而且是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哈、最佳导演，那不得了。但是竟然是华人的题材哈。那杨紫琼她饰演一个大街的欧巴桑，但是却是一个跨越多重宇宙、能拯救世界的女子哈。那我讲这些是突然间有一个连结了，什么连结呢？是的，妈妈在这个平常的生活上，她就是多重的角色，她是多重的能力，但是更重大的，好像从这个电影一个启发，妈妈也是属灵的能力，她有属灵的能力，能够跨越时空，能够跨越不同的宇宙，是因为她带有上帝的权柄，她能够跟属灵的做征战。像这个电影跟这个完全无关，但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妈妈不只是属世的一个全能者，她更是一位属灵的一个多重宇宙的能力，因为神给她这样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所创造母亲的多种角色了哈。这是牧师讲到，大概这几样，不脱这几样，但是更多了，讲不完。她是孕育生产者，她也是哺育成长者，她是生命的教育者。她是信仰的塑造者，因为母亲的特质，我们这样在尊荣母亲呢，没有一个爸爸会抗议，对不对？如果抗议就不会这么写了，是因为爸爸也承认上帝在妈妈的角色就是这样的角色，而且越多的荣誉给他，大家都觉得应该的，没有人会说这个都被光彩都被你占去了，没有。妈妈是伤痕的医治者，妈妈也是忧伤的安慰者，她更是人生道路的促成者。就像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因为母亲的命令是灯，是光亮光，而且是要指示你人生的道路。弟兄姐妹，有人在做一个统计啦哈，当然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但是也许大家也不会反对哈。就是说，母亲在家里面身兼17种职业于一身哈，就有一些团体就这样统计了。然后其中最重大有这几项：他是一个清洁工，他是一个厨师，他是一个老师，他是司机，他是护士，是保姆，是采购者。是心理医生，而且理论上他是每日工作24小时，1周7天，当然没有那么夸张啦，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话看见人对母亲的角色一个看重。所以再进一步讲说，做那么多工作，如果用实质的金钱、上班的金钱来算，怎么算？真的有美国的薪资调查站这样调查哦，他说，计算一位母亲的薪资，全美国超过19000位妈妈，他们在 COVID-19 的期间，日常时间的时间表，算出妈妈的年薪高达184820块美金，大概就是台币536万哦，哇不得了嘞！这个钱算一算，一个月薪水多少啊？年薪那么高，几乎是要台积电的高阶主管才有的薪水，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统计啦。他就在尊荣说母亲她所做的角色就是那么多，如果上帝不设立母亲的角色，人类的社会大概就没办法生存，甚至没办法繁衍啦，因为这个角色太重大，大到普通人没办法承担，但是因为妈妈有办法，因为神给她特别的力量。台湾呢，也有人统计哦。台湾有人统计说，全职妈妈的月薪应该多少？他说，若是全职妈妈是一份薪资明确的工作，他是用统计的。他说，有一部分人，很多人认为他的薪水要达到台币8万以上。经过大大小小的统计，说至少平均的薪资要在51483呢。不知道你同不同意？不过我们真的要谢谢妈妈，说谢谢你。没有薪水，但是你的薪水是51483块。所以
当做妈妈的跟爸爸要薪水的时候，你也知道说他占这个值啊，哈，占了这个薪水的额度。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啊，在这个世界上，全职妈妈他们的工作是何等的辛苦，因为有神给他们特别的力量，不然的话没有人可以承担。所以做男生的哈，在母亲的面前给他们尊荣是合理又合情，而且是尊荣是我们必要的。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这样子说，箴言19章14节，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唯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换句话说，有房产有钱财，那是祖宗留下，没什么稀罕。但是贤惠的妻子不一定是你自己找的，是耶和华赐给你。因为我们每一个要为孩子娶媳妇，或是自己的女儿要出嫁，我们就祷告神说，愿他们就成为耶和华所赐的贤妻，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才能够达得到。换句话说，这个不是一般的训练或是一般的栽培就可以达到，而是神给他们特别的能力，给他们属灵的权柄跟祝福，才是真正神和神心里的贤妻。那我们31章10节，我们更了解这个经文。他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愿天下所有的妈妈，我们在座所有的妈妈，我们每一个做子女的，我们用心去了解、尊重母亲。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家人跟妈妈住在一起的比例其实不算高。你怎么样让他们觉得活得精彩，活得充满了这个满意满足，得到神祝福，我们就要用更多的用心去。当然现在因为3C 用品很方便，天天视讯都可以就是说让妈妈看到她所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有价值。尤其当妈妈在担心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那是很累赘、很麻烦的事，而是你去了解为什么她会担心，让她的担心去除，那才是最大的孝顺。期待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回应母亲的爱那台湾因为历史很久了，以前都用台语在敬拜所以呢，有传统的台语的母亲节的诗歌，非常有意思了有时候这首诗歌在回应，好像就是像莫妮卡她在为奥古斯丁祷告那种情境这首诗歌它是台语的，我念一下。他说：“胸前挂着一蕊剪绒花。”剪绒花知道什么意思吗？剪绒花就是台语的康乃馨他说：“想起老母的栽培，伊照顾我身体勇健，也关心心灵活命。伊疼我常常流目屎，我就用好心来服侍。”有押韵的还有一段副歌，他说：“老母的疼比山较悬，比海搁较深。你的慈爱亲像水墙，流落伫我心。老母你的温情永远讲袂尽。”还有另外一首很经典的台语的老歌母亲节的诗歌是这一首《声思追求快乐喜花的世界》。他的副歌也是这一段描述母亲的眼泪。他说：“老母目屎哪天落雨，流落亲像秋天甘露。暝日为你烦恼，伤心少年祈祷。你有记得伊的疼无？”押韵当中很合乎我们传统台湾人的一种思考，对母亲的感念对母亲的感念。我看到很多教会，尤其在 YouTube 里面所搜寻到的，都是在母亲节的时候，有一群男生一群兄弟唱这首诗歌给妈妈听。哇，听起来因为有4部的嘛听起来非常的感动人。因为这是代表台湾人对妈妈的心声
愿这些诗歌也成为每一位妈妈的安慰，因为你们流的眼泪绝对不虚空，流的眼泪绝对有价值。母亲的眼泪就是一种属灵的权柄，比妈的多重宇宙还有力量。愿神将这样的赐福在每一位妈妈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歌，也是很轻松，或是非常合乎母亲节的诗歌，叫做《风和爱》有弟兄姐妹会唱的一起帮忙。